每個潮汕家庭內都基本攏有一個大官，外地人聽了講，像那可能是你家內有當官嘅大人物，其實唔是哦，大官是潮汕新婦對丈夫伯親嘅一種稱呼，是大家就是新婦對丈夫母親嘅稱呼。早到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官字就開始用於對君主尊長伯親嘅敬稱。再到唐宋時期啊，民間又流行將公公稱作官，將婆婆稱作家，合稱作官家。到潮汕地區，大字表示最高嘅尊敬，就將公公稱呼為家來嘅官，表示就是手握家匡，負責主持公道，上頂着一家之主。大家大官啊，我唔是當面叫嘅哦，作為一種輩稱，只能用於公婆無道場，新婦對外人提起自己公婆嘅時候，才打嘅。潮汕倫理方面呢是比較嚴格嘅，如果當面對公婆，不管是丈夫做你叫，新婦就做你叫，通常就是叫阿爸阿媽，這種普通嘅叫法比較嘅，因為佢本是做你叫嘅呢。